因为我们的通话对话把所有的心结都解开了，那真的很开心，我们又可以像回到以前一样。嗨，孙总，距离上一次跟你说生日快乐应该快20年了吧？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但这个20年真的很长。然后我们从很多的误会，到因为我们的通话对话把所有的心结都解开了，那真的很开心，我们又可以像回到以前一样。那今天是你的60大寿。不是我不到现场去哦，是因为现场有很多的媒体朋友们，那我也不方便去打扰，也希望孙总可以跟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。那我在这里呢，也要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，也希望孙总身体健康，然后早点睡觉，不要老是想东想西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说什么我过不了60岁啊，那哔哩吧啦的乌鸦嘴，千万不要，好好的享受你之后的人生。我们都会陪你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快乐！下次吃饭。我们大家一起合照一下。向着 TVBS 56台再出发，我们现在真的是强联手啊！一字排开，大家可以看黄金阵容。国际新闻最大的投资是外电的费用。那所以那个时刻，当我在跟 TVBS 谈的时候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们不可以只看 CNN， 路透社也是。我希望增加欧洲，包括像 DW、NHK 其他的国际媒体，那才是一个电视台最大的费用。做人处事一定是先取得蔡董事长的谅解，才会跟 TVBS 谈。那他当时也意识到，他根本不，他这个人不管细节的。他不知道外电费用一年要4000万，那4000万就绝对不是 YouTuber 可以负担得起。以前我在中天的时候，大概一年都帮他们赚1000多万。那我不能变成一个赔钱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他以前是新闻台，大家分担。那因为中天的新闻台，它没有那么多的外电节目，那所以事业日报其实分担了4000万里头，其实很大奖啊，他并不在乎赔钱。但是我跟他说，你应该把你对我的好意。还有你原来，因为他第一时间就指定《世界周报》在重视，因为他知道网络养不起。我说你把你对我的好意留给其他人，哪几个人是你不能对不起的？因为那个时段对《世界周报》来讲太晚、太少，因为我们需要3到4小时。那如果只有晚上2个小时，太短、太晚，因为我们的观众大家都是经过调查都是经理级以上的人，他礼拜一是要一大早上班的哈，所以不太可能做礼拜天晚上。到半夜12点的这种无线电视台的节目，可是如果我离开，不是我，他可以把那2个小时拿去照顾他想照顾的人，会不会担心拿来跟以前的收视率做比较？好像他好像没有给我这个压力这样 ，OK。然后呢，我自己。也不太会给自己这个压力，就是你提醒我，我可以好好的为我自己的理想工作的时间并不长。那我有想过说，如果我又再复发，谁帮我代班？其实不想整谁就找谁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我说你告诉我，跟你先跟你讲答案。我当时到时候定第一个指定赵少康。好，他叫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没有，然后呢，其实没有了。其实你说身体会治好了，没问题了。不，而且我可能各位不知道，就是说我以前可能还会想说我要去干嘛干嘛干嘛呀，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。但是我其实从2005年，其实我得的这个肺腺癌，它只是让我真的不想去上班2个礼拜。我15年3个月没有请过假，只有那2个礼拜。但我真的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，还是我自己先天的罕见疾病。我2015年开始，我得了一个病叫做光毒症，就是我不能晒太阳，
我是个月光女孩 ，OK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，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